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新德县两个练金马教练，讲是平常时会去替查某同事来顾囝，是顾一对6岁加3岁姐弟啊。不过算是涉嫌甲人虐待，甲囡仔是拍甲身躯全伤，甚至是甲拍甲昏去。这是囡仔送病院，才去互医师发现报警察。目前这两个教练也已经拢去互法院羁押禁见。健身房正常营运，门口写各式健身的课程。这间位伫新德县的健身房，有2个做教练的4业的查甫人，轮流伫厝替女同事照顾6岁查某囝甲3岁后生，却是涉嫌虐待拍囡仔，造成2个囡仔规身躯拢是伤。一直到送病院了后，医护人员通报警方，代志才爆出来。是哦，啊，你们知道状况吗？知道啊。健身房其他教练无愿意加讲，根据检警调查，2个囡仔爸母离婚，跟老母伫台北租厝住。无读幼儿园，顶个月开始，互2个4业的教练照顾。查甫囡仔找6分期送病院，医护人员发现囡仔身躯有真侪身躯伤，生殖器有乌青，骹盘一大片流血。随报警，检方询问了后，认定2个人涉嫌离校款法、刑法伤害甲强制罪罪嫌，向新德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检察官经讯问后，认为被告2人涉嫌违反《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》、刑法、伤害以及强制等犯罪嫌疑重大，并认为有串证湮灭证据之余，于113年10月8日晚间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新德地院催告裁定羁押禁见。案发了后，查某囡仔已经由新德县社会处派社工安置，查甫囡仔即阵医院住院观察。因为2个囡仔老母平常时会替囡仔洗身躯，为安怎无发现伤势？检警也正伫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